讲到美国总统 Trump 伊拍算要甲台湾扣32趴对顶关税，初三咱的行政院就表示讲，安尼先做是无合理的，会继续和美国沟通。受影响的不只是农产品尔，也佫有外销的物，有9成拢是销对美国去。那这冷冻的五过鱼也有7成。那阵真正去互扣关税啊，咱的国际竞争力会落真济。对美国川普政府的订单关税，行政院继几点钟了后做出回应，强调三大项强烈无合理，包含美国对订关税计算方式无清楚，台美贸易顺差应该是反映台湾主通新产品对美国经济甲国安的真大贡献，甲台湾已经有相关措施有防中国生产地，强调后续会甲美国严正交涉。对外的整个这个采购跟对外的投资都要用团体战的方式来办理。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道，但是像那个所谓的千亿台积电的这种，那美国说我已经有了，我干嘛再跟你谈？工商团体受冲击较大，工总表示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运输设备、钢铁、阿鲁米制品等拢受影响。工商协进会也向政府提出解决建议，包含马上启动危机应变评估冲击，并降低关税，扩大对美国采购加投资，提供产业援助，也有加速产业升级等5大建议。上受冲击也有农产品。这个关税如果32%下去，其实对我们冲击美国客户那边，可能他在订购的意愿上量可能就会下降，这样是对我们其实影响。如果真的实施，都对我们影响真的是蛮大的。亲像咱会中在过去消去美国是零关税，即马扣到32%，国际竞争力减少。根据农业部统计，2024年台湾农产品销去美国差不多是8.87亿，贸易逆差4.3倍，重点出口农产品五果鱼、蝴蝶兰、旁边龟头岛5到9成拢销去美国，毛豆、沙白鱼、鲈鱼、地虾2到3成也销去美国。美国这边的其实量其实并不算多，那以台湾雕的话，可能每年也才1-2千公吨而已。对，那其实如果说以真正水产的出口国来讲，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占比其实是蛮小的。学者认为，这摆对顶关税实施，台湾出口美国关税大大提悬，水产农产外销成本欠悬，反倒等下把世界被扣上加基准关税10%，未来销去美国继续就是各国企业加入产业弱势。记者综合报道。